班固典引。臣固言，永平17年，臣與賈逵、傅毅、杜舉、展龍、雌萌等，召魏雲龍門、小黃門趙宣，辭秦始皇帝本紀，問臣等曰：太史遷下贊語中，寧有非耶？臣對：此贊假宜過秦篇云：向使子嬰有用著之才，僅得中座。秦之社稷，未宜絕也。此言非是。即召臣入問。本聞此論非耶？將見民意開悟耶？臣具對素問之狀。趙恩曰：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，揚名後世。自以身咸刑之故，反未聞次機，便算當世，非易事也。司馬相如烏行無節，但有浮華之辭，不周於用。至於疾病而為終，主上求取其書，竟得眾述功德，言封禪時，終神效也。之是言遷遠矣。臣固尚服克重聖倫，昭明好惡，不為微細，原是斷夷，動有規矩。雖仲尼之因事見異，亦無以加。臣固備學最舊，受恩浸深，成事不力竭情，昊天罔擊。臣固頓首，復為相如封禪，微而不典，楊雄美身，典而務實。言皆悠揚後世，遂為舊式。臣固才朽，不及前人。蓋詠雲門者難為音，觀隨和者難為真。不勝區區，褻作典引一篇，雖不足雍容名成萬分之一。又啟發粉門，覺悟同蒙，光揚大漢，日升千代。然後退入溝壑，死而不朽。臣固豫壯，頓首曰：太極之源，兩儀此分。燕燕渾渾，有沉而傲，有浮而清。沉浮交錯，數類混成，韶明民主，五德初始，同於草莓園雲之中。欲成越契，寂寥而無兆者，係不得而絕也。厥有仕號，少天禪譯，莫不開源於太昊王初之手。尚在慶乎，其書猶得而修也。亞斯之代，通辨神化，涵光而微耀。若夫上契乾則，剛成龍翼，而秉諸典誣。以貫得卓絕者，莫崇夫堯唐。堯唐舍人而禪有餘，有餘亦名夏后。即契希在，越成湯武。古君冀州，天籟歸公元首，將受漢流。比其成三季之荒漠，值亢龍之追熱。元象暗而行文乖，依論道而舊章缺。故先明元成，使絕學立制，宏揚雄業，表彰祖宗，讚揚嫡節。備哉燦爛，真神明之色也。雖高魁衡旦默默之夫，比之貶矣。是以高光義盛，神居其域，視之氣動，乃龍健淵若。虎翼而未舉，則威靈紛紜，海內混蒸，雷動電飆，互翳妄紛，尚不利其諸。然後音躍上下，攻入群侯，
正為道中，有於德不台淵木之陽。微好事，此敦奮揮之用。蓋以應當天之正統，受克陽之歸運，促炎上之列徵，運恐助之宏陳雲耳。洋洋乎若得帝謝之上儀，高世所不及矣。鋪觀二代雄遷之道，其澤可探也。並開積於一櫃，同受後殿之福。亦誓勤民以方伯統目，承其名詞同乎王越之威，用土委固黎宋之不革。至於三吳華夏，經遷浩博，遂至北面，父賜其師，革滅天邑。是故義士華而不敦，無情未盡，胡有慚德，不期言語。亦有烏木依那，邑順矯易，以崇嚴早考。因戰中沛帝發祥劉慶，對越天地者，昔亦夫千載，豈不克自神明哉？但略有常，審言行與偏職，光祖郎而不如矣。親赴赫赫星漢，巍巍唐基。溯測其源，乃先人如玉下，真因耀州。然後宣二造之崇光，集四宗之輯稀。神靈日照，光庇六丘。人風暢乎海表，衛靈行乎鬼區。溺忘回而不泯，微乎所而不疑。故夫顯定三才超等之職，非堯不興；鋪文遺策在下之分，非漢不宏厥道。至於經緯乾坤，出入三光，外渾渾圓，內瞻浩茫。聲雷循理，品物咸亨，其義久矣。盛哉皇家帝世，德臣列辟，功勳百王，榮鏡宇宙，尊武與曠。乃此乾隆勞謙，兢兢業業，貶成益定，不敢論製作。自令遷政絕色賓監之事，豢養宇內；而禮官御林團用篤誨之事，不傳祖宗之恍惚。雖云幽神，無乃璽語。於是三事惡目之僚，諂議而進曰：陛下養監唐典，綜述祖則，輔導中軌，供奉天經，敦睦辯章之化合，循政勵精，懷寶關掛之遺節，範依淵沉，肅知群臣之禮備。是以來夷雜語俗於官魏，辱國憤侮忠於外游，擾之民好質於交，升王廢才倫於詔。甘露蕭陵於風草，三足牽著於茂樹。若乃葭菊靈草，其秀神禽，櫻桃合蝶，窮長極瑞者，朝夕永穆。日月邦基，卓樂乎方舟，陽日乎耀方。昔既有數字諸污，懸具黃謬之事矣。君臣動識，左右相隨，濟濟益益，峨峨餘也。蓋用昭明仁惠，承越懷之福，亦以寵齡文武，而言後坤。復而義削，豈其為臣而有尊辭也？若言受之，亦宜勤淫履歷，以從厥道。啟宮觀之金騰，如東序之秘寶，以留其節。夫圖書良章天節也，孔有先明，聖夫也。體行德本正聖也，逢吉丁辰，
景命也。順命以創制，因定以和神。踏三陵之藩子，展黃唐之命文。茲事體大，而渾吾微次於心。瞻前顧後，起滅清妙，但戚天命也。依孝之歲古，乃降雷緩之。作者70有4人，有不備而假數。罔光道而違章，今期餘台而獨缺也。斯是聖上，故以垂精幼神，包具藝文，屢訪群儒，儒之故老。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，拗核仁義之臨首，以忘懸乎之尊嚴。既感群後之黨辭，又識經五袖之石淚耳。將崩萬字，揚鴻輝，奮景嚴，煽威風，播荒烈，久而餘生，用而不竭。汪汪乎彼天之大律，其囚能耿之哉？唐哉，皇哉，皇哉，唐哉！